第5章第1節，亞當的世系記佇下底。當上帝創造人的日，是照上帝的款式來造伊，創造因查甫甲查某。佇因受創造的日，賜因福氣，稱因的名叫人。亞當130歲生囝，照伊的款親像伊的像，表名叫薛。亞當生薛了後，閣歷過800年，其中還有生囝查某囝。亞當加強享受930歲才死。薛105歲生以諾斯，薛生以諾斯下了後，還活807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薛加強享受912歲才死。以諾斯90歲生該南。第10節，以諾斯生該南下了後，還活815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以諾斯加強享受905歲才死。該南70歲生瑪勒列，該南生瑪勒列下了後，還活840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該南加強享受910歲才死。瑪勒列65歲生雅列，瑪勒列生雅列下了後，還活830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瑪勒列加強享受895歲才死。雅列162歲生以諾，雅列生以諾下了後，還活800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第20節，雅列加強享受962歲才死。以諾65歲生瑪土撒拉，以諾生瑪土撒拉下了後，甲上帝相甲行300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以諾加強享受365歲，以諾甲上帝相甲行，上帝接伊去，伊就無佇地。瑪土撒拉187歲生拉麥，瑪土撒拉生拉麥下了後，還活782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瑪土撒拉加強享受969歲才死。拉麥182歲生一個囝，表名叫拉阿，講耶和華目睭做地，予咱做工勞苦，但一個囝要安慰咱。第30節，拉麥生拉阿下了後，還活595年，其中有個生囝查某囝。拉麥加強享受777歲才死。拉阿500歲生閃、含、雅弗。